你感觉掠包意思是跋歹叫？我是感觉讲掠包这个词应该是足久以前就已经有啊。是查拉会应该是以前的人无遮歹啦。嘿啦，以前人敢若跋歹叫尔啦。跋歹叫比查拉会更较好嘛？你的意思是伊有听到哎，？无跋歹叫，敢若较严重哦。啊，查拉会就是去做生意的人，才知查拉会。我感觉是嘿啦，安尼啦。以前人较单纯的，无咧做生理啊，啥物，可能咧算牌啊，是啥物，较容以前易的较农业社会，较无做生理。嘿，嘛是有可单纯，能啦较。单纯。嘿啦，你算的是黄叶，叶吧，叶哦。就比如讲讨客兄啊，嘿用猎包，哦。叶叶吧，哎，是安那讲到你遮，讲到你遮变多啊，你较直接啦，啊无讲遐久，大家听无。大家拢较理解意思的对吧？啊，看到伊就理解，无吧？我是嫁两道，但是我袂讨客兄。对啦，这讲清楚伊啦来。讨客兄就袂嫁两道啊。有影？怀讲出老千啦，嘿啊哦，就是讲伊无正经牌，伊头唱牌还是讲换牌啊啥安尼吼，啊叫人发现着，啊讲叫人掠包，因为迄个伊做遐歹代志的事是无爱互知的啦，所以要甲包起来，要甲藏起来，老师啊要叫人发现着，这都真叫嘛？对啦嘿，啊安尼咱就讲叫人掠包啦，啊当然即马无一定讲离跋筊啦，真侪所在你做歹代志叫人发现，拢讲叫人掠包啦。